台湾嘅婚纱热样产业改造路开始发展咧。对于民国70年家下，热样礼服做头那么韩国化妆各次脱离，里面为操到本消费者韩国礼品变做贵嘅中包安尼嘅服务，提过多样式含有婚纱界安贴配的景象。一个台湾发展改好嘅产业是从3次优惠70亿元咯。认真按竞争，每激发的几多创意，热样风格马嘅旅游。像同样用梅嘅客家字体戏演，以及被婚纱相片，陆续得到国际上大大小小比赛有37只奖哦。一个为利用环境配合闪光灯，用光线来构图，还得到国际专业婚礼协会2014年光线类嘅冠军。对戏演来讲，婚纱相片唔单止系当婚间嘅纪念，而希望使得变做人客嘅传家宝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唔是讲每位翕相做纪念。台湾人都在讲係最重視愛翕婚紗相嘅嘢，未發展出貴型嘅產業。照經濟部嘅調查，台灣10對成功鋪就有9對會翕婚紗相，投影愛視體55279位女。一般日本來講，美國、歐洲也就可能1、2張嘅、2、3張嘅翕嘅最好嘅。不過台灣人翕形象相唔係，要愛做鬼本嘅。我覺得拍婚紗是每個女孩子的夢想，對，就一輩子就一次而已。可以留個紀念啊，因為以前會看那種爸爸啦、爺爺啦，那種哦，當初也是這樣，然後總說哦，總算是輪到我了。係啊，總算係輪到自家唄，所以希望也20年搶200嘅經驗，聽說愛好好來準備。遇到什麼嘢呢？連本夢就會想，愛從童話故事度紅嘅公主用嘅。有一年做對新娘衫，自家正經就像公主按鬧。唔過台灣也嘅對全世界打挑戰嘅產業，每天等電子產業嘅發展，世界嘅潮流，韓國每一代人就想會翕出自家嘅特色，開始有會變化。現在年輕人，我相信不是你帶我，我自己都會在網絡上先去找我想要的婚紗公司，它就不是那麼忠誠品牌的部分，好，所以它有自己的想法跟選擇。我們看了好多間婚紗公司，然後網絡上我們也有看看別人的意見，對，然後看別人拍婚紗的照片也都看過，慢慢就會發現自己想要的是什麼。因為我們智慧型手機的發達，所以國人接受資訊的這個消費者接受資訊的這個又更強，而且更快速，所以很多消費者的話，他們就很有自己的想法，想要拍的東西也不一樣。委託人翕到無強用，表現出自家爭有嘅風格。歸到新加坡某一間婚紗公司，係先細間嘅工作室。上行新年嘅小編韓國 Ivy， 去年結天結公婆，就開始自家親生夫翕上愛用嘅東西，愛翕哪一翕，樣樣事，愛來翕吃出婚紗。看那個棚拍就是比較假，那是就是做出來的，不是一個實際生活的部分。那我們想要就是有一些實際的生活的一些地方，就是想要呈現一種可能比較跟平常不一樣，比如說比較一些時尚啊，或者是比較像畫一樣的感覺。來，手不要那麼開，還是一樣。強強嘅綁定新娘嘅路拍，比天火比出將嘅用嘅，我感覺最將嘅動婚間翕下來。對土人用梅來嘅客家音樣師戲演，將得到國際專業婚禮音樣協會 ISPWP 2014年貢獻類片婚紗作品嘅年度冠軍，也報給貴數人注意。我想講，大家都當歡喜弄風景畫掛在牆上欣賞，但是如果這東西你拿婚紗照還結合一個風景，弄你的亮彩婚紗照結合的時間，你我想不用到牆上來欣賞，其實上會留下來，這種東西其實會變成傳家寶。
虽然结婚家下没有翕婚纱相，不过色彩规划师拿出来，就是因这唔希望人客像伊用嘅，更辛辛苦苦翕下来，韩国实体按到钱的相片，变得唔敢见人，所以翕相起镜贵重要，还用嘅修图技巧，我敢翕出来嘅相处理到像油画用嘅，同别的婚纱一样无相同，真有机会本人看到。我自家本身就懂爱画图，我看懂到艺术的书，我要希望我自家的东西看起来像艺术品。我学修图要学多久的？我想，修图这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一开始翕的相，当然我翕的相要无比别人还唔好，我自家就加上来后置修图，我出来的东西就会容易啥都无相容。人可以跟周边的景物，虽然周边的景物可能不是特别美丽，可是它可以把这两者就是用它的视野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对，然后整体照片的色调啊，或是刚刚讲的构图、光线的，对，都是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大家近来见到你有摄影器材，还有人讲结婚中嘅有可能会有一个室内摄影师产出条来嘅市场风，利用按形式的做法，本人下看到嘅，韩国味道会翕出无共用嘅东西。大概2年前，一开始指定用日光灯，伫控制环境度好，营造出多用嘅供样变化。旧嘅用日光灯嘅技术，咪近来见熟咯。像伊去年嘅第种作品。按那位景色係啲花蓮書房嘅一間生態農場翕嘅，沙準環境有間貢獻運用到幾好，將翕得出按同人無相同嘅作品得到肯定。假如係水汽嘅花打落去，將光線會按岔開來，好，嗰種你出經驗，你翕到呢種相片嘅時間，你就提講呢個地方用來翕。好，就会有那个效果，这都是经验。好，就你想好而且给它试。翕嘅按到做嘅婚纱相，表现出新加坡沿2-3年同强美感嘅气氛。虽然讲每一摆嘅作品像一个主题，就会将沿2-3年欢欢喜喜、相互意外嘅画面翕下来，为大家感受到沿2-3嘅幸福。你会刚刚讲，我走过那么多千辛万苦。其实到最后，我只有跟我自己心爱的人抱在一起，手牵手，看这个漂亮景，一路走来，这个才是两个人在一起才是最真实的。